3亿的木雕名闻遐迩，而在这非常重视文化发展的小城里，产生了许多艺术的结合与创新。有一个地方将木雕结合了京剧跟鼓，绘制成各式各样的脸谱哦。哇！刚下一行啊，入來就看到按道無腔嘅面譜，上面啊特別整件係嘅該有鼓嘅小生。等下來去前看啊，到底有特別要講乜嘅鼓呢？硕大的臉譜引人入勝，走到屋裡更是目不暇接，幾乎每一面牆上都是滿滿的臉譜，而且每一個臉譜的筆觸都好細緻哦。別說這整面牆了，我恐怕一個也畫不來呢。哇，這邊的面譜好多哦！對，我們這邊有1000多個國劇臉譜，1000多個。對，那有重複的嗎？裡面每一個都不一樣。真的？哦，那這些面譜啊，不同的角色其實也是有不同他們人物的故事哦。我們這邊每一個角色都有代表他們一個故事。人家就是用面譜講故，用面譜講故啊！啊，那這樣至少有1000多個故事可以來聽。對，沒錯。哇哦，真的是太壯觀了！但是這裡不光是有1000兩個故，同時也是一間民宿哦，是我今天要落腳的地方。哇！來到你的東站掉耶，那小木屋。而且一进来就闻到这个快木的香气，好棒哦！哇！对，我们这边都是采用木头的房型去打造，才会有你现在闻到木头的香味、香气。的香气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希望来的客人来这边住就是要放松，就是要自然。对。而且我刚走进来的时候看到还有小阳台，出去外面就是很自然的景观，后面还可以泡温泉哦。可以泡澡，还可以泡澡，对对对，真的很棒哎，在这边住一晚一定很享受。对，而且不只是住宿，全家人都可以来，全家族的人都可以来露营住宿都可以。在这间民宿里，有一户人家将自己对京剧的热爱结合3亿的木雕，做出了琳琅满目的面谱，涵盖用面谱讲故。对京剧有兴趣吗？你也可以来听故事哦。